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日复习类嘅节目。对你嘅日常生活地图啊，平常时听做为洗漱、洗面、洗身体啊，大家用乜嘅嚟洗咧？大家想看哦，皮肤係你冻疮咯嘅一個部分。物嘅東西接觸到你嘅皮膚咧，對你凍好來帶來傷害。咁樣大家分享嘅是，對你皮膚咧洗起來唔會有負擔嘅東西，大家繞牆嘅分凍後生嘅吞水，嗬，見到帶來物嘅用呢嘅差故嗬。而嗰時咧繞牆嘅是佢嘅崇拜，認識呢嘅 Kate 粉人。大家好，我是 Kate，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Season 這個綠色醒目品牌。耶，歡迎 Kate， 聽到你繞牆嘅係另外一個崇拜，認識係 Jerry 粉人。大家好，我是 Jerry， 那我是共同創辦人，大家好。歡迎 Jerry， 兩個人真的是現在您講就是哇很年輕的一個團隊。然後我的感覺是，只要在台灣看得到越多安永改後上年輕的團隊，不管是創業或是推展台灣任何這樣的事，我都覺得很開心，就會覺得好像未來這個國家越來越有希望了，有沒有？就年輕人出來做很多這樣的事情，台灣可能第一兩改對客家人哦。所以 Kate， 你是哪裡的客家的？我是新竹湖口。新竹湖口，所以爸爸媽媽有一邊是客家人。媽媽是客家人。你有聽過媽媽講客家話嗎？在家裡真的，比如說吃飯食盤這樣。真的只有小時候回外婆家才會聽到，在家比較少。對啊。OK， 然後呢 ，Jerry 呢是苗栗。我們是苗栗公館那邊的。哦。對，其實比較靠山邊那邊。那你是媽媽還是爸爸是客家人？是媽媽這邊。一樣都是媽媽。然後那你在苗栗公館那邊有沒有比較聽得到客家話？回去都是講客家話。所以你比較唐 S 聽得到。哇，你們兩個這麼的年輕，然後。為什麼提皮姆聊到問題？因為跟他們創立的品牌有關，他們品牌名字很有意思，等一下要講。先問一下，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是客家人？就是有一種族群認同的愛有給感動，就是你知道這樣的感覺的想法。我應該比較晚吧，就是真的是認識 Jerry 之後，因為認識他那時候我們是遠距，然後那時候在國外工作，就是都是在國外的時候特別有認同感，對對對，然後那時候也覺得說，是不是之後創業想要保留一點跟自己相關文化的東西？對，所以 Jerry 是一直都有這個客家族群的認同，應該是知道自己是客家人這樣。高中、大學的時候，對，因為甚至大學的時候還有去選修客語課，真的？對，那時候客語課印象深刻是客家委員會的，某一位應該是。官員還是來幫我們上課，覺得蠻感謝的。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夠把語言這件事情繼續傳承下去啊，所以就自己有去進修這樣。有沒有覺得很感人？我其實剛開始覺得很驚訝，就想說哇，居然有這麼熱衷於本土文化，就是覺得還蠻特別的。剛開始認識他的時候，哇，很棒哎！對，因為我其實也是到了。長大之後，我也才覺得哇，我好像有一個這個客家族群的這個認同。可是我以前是覺得很自然啦，我從來都不覺得我不是客家人，或是什麼。對，不過怎麼特別來討論呢？哈，因為基本上佢都帶了佢都有改產品哎，大家走在看到，比如講，好像看起來像有點像是肥皂或是香皂的這種相關的東西，對不對？我們等一下會討論這個名稱，我們就先問一下，為什麼會起心動念想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品牌的創立，對。我們當初最主要是因為 Kate 她的皮膚比較敏感，所以我們常常出去旅行的時候，可能在飯店或是在hostel 這些地方所使用到的盥洗用品，其實有時候會比較刺激皮膚。然後後來我們的小朋友出生之後，我們知道小朋友的肌膚是比較脆弱的，所以我們更加的在思考說，那我們能不能夠做得出、找得到一些能夠對於身體比較友善的洗護用品。那我們自己都是產品設計師，就思考說，那我們應該有能力可以自己打造得出來。對，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個想法的一個起點。所以現在洗起來有沒有很安心的感覺？非常啊，就是用自己的東西完全不會害怕。所以洗頭也可以，洗臉。對，全身每一寸肌膚都可以，沒錯。那家裡的小朋友也都是用自己的產品，對，都用自己的。然後就你的後來皮膚的問題就比較
不会就比较改善了这样子。对，比较不会痒啊，或者是红肿这样。是，我有认识一些朋友，他就会说啊，我有异位性皮肤炎，有没问题？他也会说哦，其实对他来说，怎么样的洗沐产品对他的皮肤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影响。对，那也许有些人比较不敏感，他比较没有这种感觉，但敏感人就会发现说哇，其实那东西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不对？是。因为据说两位其实也是在你们的背景里面也是有一些医疗知识的背景在里面，所以你们在做安优改产品改时间会更加专业，或者是去关注你们刚在意的问题，对吗？没错，对。我们过去都是医疗产品设计师，那其实就是在医疗这部分，通常都是你生病了才会去注意到身体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可是其实就跟吃东西一样，你吃健康的东西就是保健，那你在用的产品上面也是尽可能用原料简单的，对身体不会有影响的。就好比说我们去看房子都会希望零甲醛嘛，对，就是对于一些材料，现在大家逐渐有意识。那其实大家比较忽略的就是每天接触到皮肤的东西。对，大家对吃的都现在比较就是有一些食安的新闻，大家多多少少会注意。对，那用的其实比较少人去看说，我一天到底接触到多少种化学物质？其实一天平均可以接触到100多种，好可怕哦！对，真的，包括我们穿衣服也是嘛，对不对？比如说荧光剂呀，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会讲，其实你们开始会注重一些东西，是毒改东西。我访问过很多医生，医生就会讲说，你真的吃进去什么，那就是什么，对你身体造成影响就是什么。他说你不要小看，你就只是吃个炸鸡不是好坏的问题，但它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影响力在体内，所以我觉得那大家来讲，其实接触皮肤改东西很强容改。其实改品牌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还摸买不娘，因为它说 SESN， 我就想说，等下也马改进文词，跟蒙哈瑞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客语的发音，对不对？是。你们要不要自己说一下？好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发想的名称发想品牌名称发想的来源的确是从客语过来的，因为我们的品牌理念是在地循环，那我们也将我们在地的这个文化的理念也一起带到品牌名称上面来。然后因为我们是客家的半个客家人，那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一开始是也可以用来洗澡，所以我们把洗身洗身这个音也就带到品牌上面，所以它英文上正式发音是叫 Season， 对，它其实就是从 Season 这边过来的。我知道之后，我觉得很亲密耶，就是我会有一种觉得很亲密的感觉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又本土又亲密，然后我又觉得它又直白。因为你看，如果说讲英文的话 ，OK， 好像很高级，但是你说它其实就是洗身体的东西，然后用哈嘎巴的头就会 Season，我觉得很酷哎，以前。在客家庄的时候，大概到5、6点的时候，就会听到家里人说：“赶快回来洗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以前阿公阿婆啊，或是爸爸妈妈会说：“赶快回来洗神。”对，看起来你不太有，对不对？因为在家比较少讲。对，因为我们家人就会说：“快点回来洗神。”你有吗？在苗栗公馆有啦。小时候有啦，对啊，可能好用哈吧，我们比较乡下人就会说赶快回来洗澡洗神，所以佢都改品牌。头起来其实是哈嘎法改洗神洗性体，就是洗澡了。没错。对，我们要洗身了。我觉得动有意思，会要让哈嘎动性没改关联哈。我讲咧，你改填充，其实有非常多改产品在。懂爱免条件一块洗都看到就是这个，这一块一块的看起来有够疗愈的。对，它叫洗手石，是不是？对，我们叫它净手石。净手石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用来洗手的。对，所以，我可以拿1块起来，对吧？哈，对，你看他们在我前面放2盆水，就是要叫我现场做实验，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净手石，对，好小哦，这个，对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很像一个什么小糖果的感觉，然后很轻，是，对，有些人觉得，对，很像一个小糕点，然后味道非常的清雅。对不对？没错。那它是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其实它的成分就是主要成分只有6种。对，那就是主要就是绿豆，然后我们常用化妆用的苹果酸，然后高岭土、小苏打，然后纤维素跟一点纯皂这样子，很简单。对，就只有6种，很简单，而且几乎好像绿豆粉是可以吃的那种东西，对不对？你几乎有这种感觉。是的。所以它要怎么用？它就只要放到里面，然后把它搓
搓溶解。它的用法就是对我们可以就是前面我们可以先用一点水把它淋湿。你可以先把它打湿，对，弄真的吗？对对对，放进去，放在手上，然后把它放湿，对，然后它会比较好捏碎，然后捏碎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手上去搓，它会变成粉状。它真的很像是我的绿豆粉呢，然后我就可以洗了，对不对？对，就可以搓洗。哇，搓开，然后它会有一种膏状的感受。早知道今天会在搭面洗手，就把我的手弄得美一点。现在这样已经很白了。哦，它洗起来的质感也很柔软，它基本上就是植物跟矿物的粉末，对，所以它整个手都可以洗，整个对不对？可以。而且我觉得它洗起来有一点点颗粒感，对，这样是没错的，对不对？这样是正常。我觉得很像绿豆粉呢，就很像以前，没错，大家。古代早期的时候，有些会用，所以你看它洗来非常感舒服，所以我就可以，我可以在哪里洗净这一盆新的吗？我想应该都可以。好，对，都可以。然后因为我非常期待，就是它洗完之后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真的小块，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这个是在疫情时候诞生的产品哦，真的吗？对，哇，所以它洗起来会有特别滑嫩的感觉吗？会觉得手比较。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洗掉一层我的老废角质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刚才有颗粒的感觉，我觉得我有洗掉一层我的，哇，这感觉让我今天的手非常的舒服哎，用起没有就用，用感，所以谁洗感感公司会觉得，我可以闻一下我的手没问题吧？哈，当然可以啊，好疗愈哦，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哎，我觉得我好像在。弄什么 SPA？ 对，对，这个我觉得它非常好洗，然后洗起来之后，我觉得我的手让我觉得是真的，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会干涩啦，对，然后闻起来又非常的清雅，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然后嘴唇啊给附中来奉片，这种感觉比较像是俺们是带一下台叉固斗杏红，我好像只要带一个小颗粒，然后我如果去。外面的洗手间，或是去餐厅的时候，我只要拿出一块，我就可以用。对，是这样的感觉，从对，没错，没错。哇，其實佢哋喺當多有意思嘅故事，就你要睇下個副營銷，你等下常常嚟講。東方宇宙的繞牆道細神產品界呢個開發界重組站哈Jerry 啦 Kate 來到節目第一度到大家的歡迎哦。上一段節目我用了你們那個淨手實習，然後整個公狗改洗衣店就一直會忍不住想要聞自己的手，因為會覺得自己的手好像目前是我整個身體最乾淨的一個部分，覺得這裡下很安心。對，除了洗手改提供，其實就像改下記到歡迎改其實裡面的每一個成分，剛剛只有6種，對不對？對，而且其中一個是綠豆粉，對，綠豆粉基本上好像都可以拿來吃，對不對？所以你就會覺得。因此走在想想哇，其實越簡單的東西，只要對了，它其實對於清潔是很好的效果，有很好的效果，但它又不會帶來一些化學性的傷害，對不對？沒錯。好，我們帶起來安用其實現中還有一很多很可愛的東西，動等一下，黑馬改東西嘞，就這個可能會動就巧克力改東西，巧克力，對，這個是叫巧餅是嗎？對，我們教大家就是洗身淨手巧餅，然後如果直白一點，你也可以跟他說，它就是去角質餅這樣子，它還可以去角質，對，就像剛剛我們洗完手，就是會覺得說，好像就是有把一些老廢角質洗掉的感覺。對，那巧餅跟淨手石的不同就是用量上面，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淨手石是疫情時候出來的產品，它真的很方便，一小塊一小塊，要用就拿出來用。沒錯，對。那巧餅的話，就是假設我今天去外面過夜或者是露營，那一顆一顆拿也可以，只是說巧餅它就是就像你吃巧克力一樣啊，你想要吃多一點就剝大片一點，對對對，所以就可以根據每個人的身高啊，或者是有些人想要洗得更乾淨，那就可以剝取不同分量的大小去做使用。我明白，就是說如果說今天我洗澡，我可能那個淨手石我1塊不夠，可能要3塊，對。但是如果我拿這個巧餅，我就拿
我就可以掰一大块，我就可以用，对不对？对。可以，我刚才有个东西忘记分享，因为我现在突然在看到，我觉得很兴奋，就是那个盒子，是那个金色的盒子是装这个净食的，对不对？对，是装我们的产品。它有够漂亮跟疗愈的，对，就是台尬孔头这个金金的小盒子，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容器。对，哇哦，所以带出去很方便，就是一个携带的，就是金属收纳盒。那我们其实任何的，就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产品，对，划开，对，用单手就可以划开的方式，对，也是希望说大家携带的时候非常方便。比如说你出去外面2天，对，那你就带个4、5颗、5、6颗，或是直接一片桥饼带出去就可以了。哇，真的，对不对？而且它上面还写了travel the nature way， 就是立夯改时间，因为是带大家出去运动奉品嘛，就是喜欢立改擦顾盒，就是我们的肥皂盒。是。其实录影之前，我刚好有跟那个 Jerry 聊到，我说，嘿，讲台尬聊还又出去立夯来恭喜那边走谁改时间，因为住到那个 hotel 帝都，然后你住到 hotel 帝都的时间，就是在那个洗手台上面就会有那种很漂亮的那种小香皂，就是它包装的很好，好够一盖本两天还没落一堆好又喵改插顾种联名，或者是甚至是用他们的产品，你就觉得到底要不要打开？像我就会觉得我根本不敢打开，为什么？它打开之后，我可能洗了手，它就没有用处了，它就摆在那个原位。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真的带一下哈个油嘛，就是你出去旅行还要带一个盒子，然后把那个肥皂带回家。带回家怎么用？你是个人的事情没有错，你还可以洗衣服，你甚至可以拿来洗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怕浪费。是，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是你们一直想推行的另外一个环保的概念，宠萌。对，对，就是定量使用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请问一下，如果那些在饭店没有使用的肥皂怎么办？它就是丢掉是啊，就是蛮可惜的。好想去回收哦，但你一定会反对，对不对？你就说，你很确定那个肥皂够安全吗？就是看个人，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太不环保，所以很想去回收。因为现在有慢慢的饭店，其实即便是快要进入到大型连锁饭店，也开始做一些就是一次性使用的产品，他们不再提供。没错，对，就是几家出去油料，几家带鸭手，几家带鸭狗，几家带所有用来随性来东西这样子。对啊，好，蛮重要的。好，等下是谁收到到谁。免改谁性体改一种东西，其实田中它有看到一个是橘色的，很像果酱的东西。对，我们叫它纯皂洁颜凝膏。那它一样非常的单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罐手工皂。那它是软的，像洗面乳的质地。对。那会做这个，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自己的宝宝也出生嘛。那虽然说就是桥饼或是净手石，它的成分一样很单纯。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大家家里有婴儿人都知道，洗小朋友就是会手忙脚乱。对。那这个它更好的能够去就是沾取涂抹，然后一下子就可以化成绵密的泡沫。对。然后手工皂就是选用比较好的植物油，然后加上我们自己调的精油下去做的，所以不论是香气上或者是原料上都是非常单纯且自然的。是非常改自然，然后魔法或改东西容易来非常改安全。不过讲到了解还有洗面的，其实田中还有一家产品非常改有意思，就是这个。这看起来真的让我超想吃的，这个它是不是看起来就是绿豆糕，对吗？对啊，它完完全全是绿豆糕的造型。那这个是，而且它也是绿豆糕颜色。对，有一种绿豆糕绿绿的，然后它也是绿豆糕颜色。因为主要的成分都一样，都是绿豆，所以就长得蛮像的。所以这是你们一个算是跟一个老饼铺的一个联名商品吗？还是算吧？对，这个是我们跟百年汉饼店旧正南，就是我们刚推出这一系列，就是净手石桥饼的刚上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机缘，就是遇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也觉得说，我们的东西很有趣，怎么里面会有绿豆？对，然后我们就是希望说，就是如果旧正南也有绿豆这个绿豆糕产品，对，那我们就做一个可以洗的绿豆糕吧。是，对。当时这有很受欢迎吗？
其实我们会觉得还不错，对，因为大家一定觉得很有意思，没错，对不对？有没有人误会，好像是以为可以吃的绿豆糕？有，那真的太像了。对，所以会有客户就是出去会觉得哦，这个会不会是可以吃的绿豆糕这样子？大家看到的时候都会就是误会，可是其实闻到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就是洗完手有闻到有精油的香气，是就会知道这个不是拿来吃的。当然，如果我收到这个礼盒，我舍不得用。太对啊，我会舍不得。太美了是吗？对啊，因为绿豆糕就是觉得不吃会坏掉，然后这个东西就觉得好像可以保存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开发啦。其实大家嘿又走出重新哇，我们你讲绿豆糕应该3瓶，它要重要改东西嘿，我觉得容器很重要。我觉得你们有跟一个玻璃合作。对不对？这里我们在填充走在款都有一块香皂，底下有一个这算是6角形的玻璃容器。对，我觉得它看起来很魔幻呢，因为玻璃一直在推翻 UK 的性重要在提供，它曾经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经济发展，然后其实我们的手工艺，我们在玻璃，那过去有很多漂亮的玻璃啊，对，所以其实玻璃对我来说，像它这样是很魔幻的感觉，这也是你们开发合作的，对，设计者就是Jerry， 对，是我们是跟台湾一个循环玻璃大厂叫春池玻璃，一起来共同合作打造这一款盛装这个皂的这个盘子，我们称它叫做3线绞盘。那因为春池玻璃本身它也是在注重在地循环，让玻璃能够重复的使用，所以我们理念蛮契合的。这个绞盘呢，我们目标也是把台湾的这个山跟河川的这个意念带到这个盘子上面来，所以它其实从侧面看近看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人线。就像山脉的那个人线一样，是。那在灯光之下，因为手工玻璃的关系，拿起来没关系，我可以拿起来。对啊，我觉得可以拿起来让大家看，让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对，你可以正面的定住给大家看一下。哦，有。对，它是会有一个角度的话，它会看到它有一个人线。对，我们想把山的这个意象带进来，台湾的山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地循环嘛，是。所以，然后如果是光在桌面上打下来的话，我们会因为手工玻璃的特性，其实会看到一圈一圈的这个就很像水的涟漪。对，所以我们把山跟台湾的海或是河川的这个想法，把它装进了这个玻璃绞盘上面。哦，所以推翻改善，就台湾山、台湾的河，所以他拿起来的时候，他的确刚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在讲条可能没有办法动清楚，它的确是有一些上面它不是平的。对。哇，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容器，也是很好的一个艺术感冲作品。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洗完之后，我们就放上去就好了。对，而且因为有斜面，所以那个水就会流下去。我才正想问说，这样不是会积水吗？我在想，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夜市买的那种10块的或是20块，它其实下面有个洞，它让水沥干。这个其实它会自己这样流掉。对，因为它是斜的。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有跟台三线联名一些跟客家有关的一些作品？我们跟台三线就是联名的是我们企业礼盒的部分，就是在后面。对，那我们那时候跟台三线会合作，就是主要就是自己的品牌名称就是从客家缘起嘛。对，然后台三线艺术季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在户外举办的。对，那既然就是在户外的这个场域，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就是这样子的礼盒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可以在外面用更单纯、更干净的原料去做清洁，然后也不要在户外留下痕迹。其实最主要就是想要传递说，这样干净单纯的洗净方式，就是从我们以前就有的，那我们不要忘记它。然后你在外面都可以很方便、很轻松的去做使用。对，我觉得人类真的很有趣，就是说随着文明的开发，你就发现我们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土地很不友善，是对，然后它其实是间接直接的在回馈在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对，然后现在呢，你在2020年哇，现在你天赋松改。你也有没有看整个温室效应，然后整个气候的变迁，对，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努力的想要回到我们当时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对，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推上线给别人在户外，对，就是好像回到以前的那种最原始的，比如说农村改下回农村社会，那时候哪有这么多奇怪的什么
沐浴乳或是洗沐品，对不对？对我记得该用洗最原始，就是最原始。我们还曾经用过那种很原始的那种，你知道肥皂、水晶肥皂之类的，对，不是去讨论好坏。你看我们那时候就只有这样而已。我记得那时候7改时间，妈妈还会用黄豆粉，对，没错，对，然后而且该用洗谁妈妈会讲你那个妈妈会讲你洗米改水，洗米水，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值？洗米水现在是白色的，他说这个不要倒掉，等一下要洗碗。对，它其实还是可以把碗洗得很干净，除非你一直吃控肉，然后整个碗很油，对不对？就整个碗都控肉的油，要不然其实那个洗米水是可以洗得很洁净，那它也没有太多的污染。是，你了解我的感觉，我相信你们应该一定是比我感触更深，才会有这一系列的发展。蛮认同的，因为我们主要也是在思考，能不能够把过去的，比如说农业社会的用品的这些材料，透过今日的技术跟工业设计的方式，对，然后变成是生活中我们常见的用品，是，对，然后做到就是从源头就可以减少这些刺激物的产生，对，而且你走到这样，在圣白地图美多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有很多有趣的想象，记得还有动改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在讲。动分析的绕墙头两解后上解客家人吼 Jerry and Kate 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分享这个，我觉得是作品。其实你们要开发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很困难吧？困难蛮多挑战的，真的，对。因为推班动少，你走安用改东西，我觉得少是指说你跟阳春面比起来，它很少啦。我的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蛋糕店，它有一定的生产线啊，或者是大型的工厂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它还是偏手工，对不对？偏不是一个好像大型连锁商店做的事情，所以很困难。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当然自己在实验室里面开发，工作室里面制作是纯手工做蛮容易，但真的要把它变成能够量产这件事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那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工厂，所以我们必须要仰赖外部的合作伙伴来协助、来协力一起制造。那因为台湾很多的制造厂商在做的既有的这些清洁用品，就是大家市面上常看到，大部分都是液态的，所以要做成干式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产线上要做比较大的调整。那我们后来在询问过几百家厂商之后，终于有一间南部的化妆品大厂，它愿意跟新创公司来合作，所以真的蛮感谢的。那我们也是调整了一些产线上的流程，以及让它还是能够接近于自动化的方式来生产。那最后终于在我们最后就量产出我们的这个产品来。我觉得也是因为他要跟你们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价值观，他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件事情。对，不然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有差吗？对不对？我要走在存钱改东西是好嘞，而且还走一个洞缝片，你的走改东西，说实在，它不一定比较便宜，它搞不好也不会很好卖。假设一块些时间，给有动动来考量，所以我会去到底下真心有按用改价去购，又按用改冠名，大家走得穷，还得走按用改事情。不过除了这个产品的开发改困难，听说你们就是为了宣导这个理念，你们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是吗？对啊，我们在一开始要开发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要真的去了解我们使用者的一些，就消费者的一些习惯跟他们的这个回馈，所以我们在一个 hostel 一个青年旅社举办了一个体验1晚的活动，就是要跟我们真正的消费者一起来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使用完我们产品之后的感受，因为我们想不只是只注重在当下的那个体验。那个清洁的流程而已，更注重的是整个环节一整天那样子的那个情况。因为所以他们是住在哪？要住在那边。晚上要洗澡。对，然后白天起来，我们还会再跟他们聊聊说，整个晚上洗完之后晚上睡觉的感觉怎么样？白天起来又觉得如何？那味道的变化啊，就是想了解更多，因为这会。因为洗完之后会有一整天的，就它会跟着一整天嘛。我现在也觉得我的手有一直跟着我的感觉。因为如果是用一般的，就是可能外面开价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啦，可能洗完之后，你到隔天早上醒来，你的头发还是超级香。
对对对，就是会有比较多的香气那就残留，是一些香精。对，有可能会比较就是残留比较久。那对于有些人来讲，它是不适的。对对对，是因为我们更就是像刚刚提到说，不只是单单只是注重它当下那个洗的感觉，就是想了解说那后续影响会是什么？因为我们很注重说不应该有太影响到其他外部的事物这样子，所以才说做了一个完整的体验。所以有很多人报名吗？蛮多人报名的，那我们还得要筛选，就是真的是为了要有一样理念的这样的消费者，不是单纯来住跟来洗澡，不要浪费我们的钱啦。对，就是说同样有对于环境有意识，然后希望也从每天的生活中对环境付出一份心力的消费者，然后报名我们这样的活动。那大多体验完之后，他们也是蛮认同，然后也很高兴说，就是原来台湾也有这样子的好用，然后又很美的产品，好用很美，尤其宽薄，很环保。对，我觉得这冻虫荏，因为广东人都大家是会发现讲，我今年大家是为了推动种的宽薄这件事情。其实环保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只是从大再到小，再到更小，对，然后慢慢的推动。我觉得人的被教育或是习惯也是潜移默化，慢慢点点滴滴建立起来了。因为快起台尬就是喜欢方便嘛，诉求啊，最好便宜，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不是只是对身体的影响，或是皮肤的影响，其实是对我们这整个居住环境的影响。所以其实你们对于像绿色生活习惯也是很有想法，然后有这样的理念去推动，对不对？有啊，其实从平常自己用的东西，就是我们都会想说，怎么样让这一个产品，因为现在的产品制造太方便，对，用的周期都很短，有一些可能用过一次就丢了。对，那假设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小朋友，小朋友不是都会有一些口水巾啊、围兜兜的布，那可能小朋友用完之后，我们就是还会去做其他的擦拭用途，或者是变成我们家有狗狗，就把它绑成狗狗可以玩的玩具，跟它拉扯。对对对。例如说家里穿很旧的 T 恤，对我举例的哈，对，你就会觉得哇，这 T 恤这边都已经好不太能穿了，可能没人穿到这么旧，它还是可以变成抹布啦。对啊，我只是举例，对，你可以稍微剪一下，可以变走抹布，你就不用再去额外的买抹布。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因为大家说抹布很便宜啊，20块15嘞，其实买起的你是可以有改题问题，是你如何让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的利用，是千万不要看这小小的一点，如果大家都做这样小小的一点，它产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对，什么哈？就像梁阿姨诺贝饭店打的西街台尬维工，如果你不要，他真的没有提供你那种一次性的商品，你要还是要去跟柜台要。对，那我觉得大家说好像很不方便哎，你们这样真的很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是努力的去推动你的一点点的不方便，以后习惯了。可是你想想看，一天可以少多少支便利的牙刷？这倒是对。我觉得牙齿黑，我觉得今天好开心，可以跟 Kate 到 Jerry 还会打嘴鼓。我觉得就是借由节目好好来宣导一下我们的绿色理念。节目改追美，我们总是把因为在单样的东西不会给他讲哈，因为节目追美改从上分众了解到不同的面向。好，来这个不可以想很久哦。好哦，好紧张。不会，一讲到客家，你会想到什么？客家小葱。赞。我是食物因为我对食物有在研究。那他刚才有说出他尬炒妞，你是什么？姜丝大肠。直观对不对？你吃吗？吃啊，内脏我吃。哦，OK， 很特别，因为台尬不讲还好吧？没有人炒这么酸的啦，真的。好，那如果提到其他不化改产品，例如说像净手石，你会想到绿豆糕还是阿婆，还是你会直接想什么？这个想到就是古早敷面膜的那个阿婆敷绿豆在面膜上的那个画面。我知道，我好像其实我敷过这种什么绿豆粉还是什么的，然后自己做面膜加奶粉对啊，然后敷过对你有吗？是，对我没有试过，就是没有加过奶粉，但其实就想到是面膜这一块，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那个想法来源。OK。好，最后一题要很快哦。你们2位平常最喜欢放松的方法是什么？让自己放松，觉得最喜欢的方式是什么？冥想。冥想。看书。
对，果真很适合这个产品的创作，所以说我觉得很棒。那今天跟不妮傅一松感谢两位来到这边，跟大家来推动我们说绿色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跟你们的这些跟绿色生活习惯有关的产品，希望有新的东西或者新的一些更多有趣的内容都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得好。好啊，没问题。谢谢，所以非常感谢理解 Kate 到 Jerry， 所有嘅鄉親朋友聽下來咧，同下咧做認同了。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